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在今天的早晨，我们来到主面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愿上帝的恩典就在我们当中，愿上帝带领我们。今天4月2日，我们要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章，而在当中，也愿我们在当中一起来经历上帝的恩典与同在。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大山为我挪开。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流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让我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流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主，我们感谢你，你一直都在，你一直都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面对任何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将自己交托在主你手中，因为你带领着我们。让我们面对这所有的困难的时候，我们不害怕，因为主你带领我们继续的往前走。主啊，虽然有许多的困难崎岖，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依然仰望在主你手中。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有信心的来往前走。愿主你紧握我们的手不放开。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愿主你带领我们，愿主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的恩典。我们先将今天的聚会
仰望在主你手中。献上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4月2日，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1章第1章第11节到第27节。列王纪上第1章第11节到第27节。于是拿单去见所罗门的母亲拔示巴，问他：你没有听说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已经立自己做王了吗？大卫王还不知道这事。如果你要救自己和你儿子所罗门的性命，我建议你马上去见大卫王，问他：陛下，你不是郑重地答应过我的儿子所罗门要继承你的王位，怎么现在亚多尼亚做了王呢？拿单又说：你还在跟王说话的时候，我会进去证实你所说的话。于是拔示巴到王的卧室去见王，王很老了，从苏念来的女孩子亚比莎在照顾他。拔示巴在王面前屈身下拜，王问他：你要什么？拔示巴说：陛下，你曾指着上主你上帝的名发誓，要让我儿子所罗门继承你做王。可是亚多尼亚已经自封为王，你还不知道，他献了许多牛羊肥畜做生祭，并且邀请了你的儿子们亚比亚他祭司和你军队的统帅约押去参加宴席，只是没有邀请你的儿子所罗门。陛下，全以色列人民都在观望，等候你告诉他们谁要继承你的王位。如果你不说，你逝世以后，我的儿子所罗门和我就会被当作叛徒了。拔示巴还在跟王说话的时候，拿单到达王宫，有人报告王说，先知到了。拿单进去，在王面前叩拜，然后说：陛下，你曾宣告要亚多尼亚继承你的王位吗？今天他献了许多牛羊肥畜做生祭，并且邀请你所有的儿子，你军队的统帅约押和亚比亚他祭司赴宴。现在他们正跟亚多尼亚一起吃喝，并且呼喊亚多尼亚王万岁。可是亚多尼亚没有邀请我，也没有请撒都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所罗门。陛下果真同意这事吗？怎么不告诉大臣们谁要继承王位呢？我们见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章第11节到第27节，再让我们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来领受，来默想今天的经文。
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在列王纪上这边一开始在讲的，其实从这2天在看的，也是一个传统。在当中，这王位应该进到哪个位置里面去？到底是谁来接这个位置？其实很多时候，在很多的家族，在很多国家里面，一直有这样的问题在这当中。到底谁才是正统？谁能够有资格做这样的位置？所以在昨天经文当中，也去想到过去这些王，不管是大卫或者是扫罗王的时候，是大卫，是上帝差遣人去膏抹他，去拣选他，这才是上帝所要的人。而在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亚比亚他，看到这个自己身为王的这个孩子亚多尼亚，其实他并不是上帝所拣选的，并不是上帝所膏抹的。所以在撒母耳记的时候，其实已经有讲到说，上帝要让所罗门来做这个王位，而不是亚多尼亚。因此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时代都有很多这样的状况，都会有一些人他想要自己来上来做那个位置，很多人想要靠着自己的意志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圣经里面常在讲的是，这些事情是不是从上帝而来，而是从人自己所想要的，你继续争取的，或者是上帝的膏抹。从人当中，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式，但更重要的是，上帝有他的方法，有他的做法。所以在当中，前面的10节里面讲到说，这亚多尼亚他已经找了许多他的兄弟，以及约押，以及这祭司亚比亚他去膏抹他。所以他从这个王室里面，从政权当中，从宗教里面，他都有找了一些人，让他自己上位是合法合理的。但是在当中，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并不是如此。所以这先知拿单，他所知道的，上帝所拣选的是所罗门。他也听过大卫这样说，但是并没有这样宣告。因此在当中，拿单他知道了之后，他就去找拔示巴。而这拔示巴，其实我想他也是大卫生命的一个痛。他很爱拔示巴，但是他犯罪的时候也是因为拔示巴。他因为看见这女人，他因为喜爱她，所以让自己陷入在那犯罪当中，去杀了拔示巴之前的那丈夫。而上帝也惩罚他，让他们第一个孩子是死去的。然而在之后，却一个很意外的祝福在大卫跟拔示巴以及他们所生的孩子所罗门身上。因此在当中，上帝也要透过这当中去祝福在这孩子。所以在撒母耳记的时候有讲到说，后续要建圣殿的事情不是给大卫，而是给所罗门。这当中也在确立了所罗门是要成为这个王，他要来建上帝的殿。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拿单去见拔示巴，去跟他说：“你有没有听见最近的事件？今天的事件，亚多尼亚已经立自己做王了。这个哈吉的儿子已经自己去立自己做王了。”所以他还说大卫不知道。为什么大卫不知道？前面说他已经年老了，他已经自顾不暇了，他连睡觉都不能好好的睡觉，都要有人来帮助他，所以他已经老到一个程度。所以因为他老到这个程度，亚多尼亚才敢作乱，才敢自立为王。当然这当中也带出了拿单他的担忧，如果突然间大卫死去了怎么办？所以他就赶快去跟拔示巴讲，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你还不知道吗？大卫不知道这个事情，你还不知道吗？所以亚多尼亚他也是私底下来做，他邀请了他的兄弟，但是唯独没有邀请所罗门。他邀请了约押，邀请了亚比亚他，找了一些人跟他一起去献祭。但更重要的是，献祭之后一起吃饭，在这吃饭当中去宣告自己要当王了。所以在这当中，也很多人在大喊着亚比亚他王、亚多尼亚王万岁。所以当中拿单去跟他讲的时候，就跟他说：“你要救自己和你儿子的性命，你要马上去见大卫王。”
所以在这状况里面，确实需要有人出手去提醒，需要有人出手去处理这样的事情。拿单他站出来了，所以这拿单他在大卫的生命当中，在当王的这段日子当中，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先知，一直在传达上帝的命令，一直传达上帝的话，也代表上帝在当中在处理这些事情。所以他提醒的拔示巴赶快去处理，赶快去处理。确实在这样的事情当中，拔示巴也清楚知道这样的困难度，这样的问题到底会多严重，所以他跑去跟大卫说：“大卫陛下，你不是郑重的答应我的儿子所罗门要继承你的王位吗？怎么现在是亚多尼亚呢？”其实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当我们没有一直去提醒的时候，没有一直去处理的时候，有可能一些事情就会顺着现在的一些情况走下去，而有可能目前这些情况这条线不是正确的，不是上帝要让这条事情照着这样去发生。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出声音的时候，有可能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有可能事情就这样错下去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上帝就这样来使用拿单，赶快出来处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站出来的，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去处理这一些的，而不是在那边冷眼旁观，不是在那边听那些风言风语，在听了这些东西的时候讲得很开心，笑得很大声，而是需要去处理的。而在这许多事情当中，也是上帝要来使用我们去说这些话。而许多时候也是一样，在过去的时代，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长老教会，很多的人就这样出来发生，当然也面对到很多先知所遇到的状况。而在今天的情况里面，也看到这拿单他也确实站出来，赶快去处理这些。或许我们会想，到底哪一边的才是对的？到底是拿单这边、所罗门这边是对的，还是亚多尼亚那边是对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回到上帝面前，上帝拣选了谁？上帝要膏抹谁？上帝的应许要祝福在哪一个方面？在今天这个事件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这是上帝在当中来使用，上帝在当中要来祝福在所罗门，所以让他的妈妈，让这个先知来出手了。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拿单也让拔示巴更加的有信心，跟他说：“你还在跟王说话的时候，我会进去证实你说的。”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旁边这个人只是在摇八叉而已，旁边这个人只是在情绪勒索，旁边这个人只是想要到他要的东西。但是拿单他跟拔示巴这样讲：“你还在跟王说话的时候，我会进去证实你所说的。”所以这些事情是真的，那我是先知，我也会去证实你说的。这不是我们说谎的，这不是我们用自己的能力去要求这些，而是上帝本来就要赐福给你跟所罗门。在当中我也可以为你作证。所以在当中这些事情很不容易，很多人不愿意去这样作证，虽然是对的事情，很多人害怕。所以当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也让我们看到对的事情我们是需要站出来，要挺身而出。但确实我们却很软弱，我们常常害怕，常常想要让自己成为不沾锅。但是也确实很多事情我们看到，如果我们这些信仰者成为不沾锅，如果我们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如此，如果我们看到那困难，但是我们依然让它这样过去了，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现在有可能跟中国也没差多少，我们可能还在30-40年前的那个戒严状态。但是我们看到过去有很多的神拜，他们愿意献上自己的生命，被抓就被抓，他们要去说这样的谏言，他们愿意这样签。
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之前有很多的人愿意在那种生命当中去签上名字，去站出来。所以拿单他知道他的使命。其实很多先知知道他的使命，他也知道要面对的事情。当这些事情失败的时候，也确实会遇到很大的这个状况。所以拔示巴也知道这个严重性，所以他就到王的卧室去见王。这边又再次提到王很老了。在这一章的一开始也讲到大卫王已经很老迈了，这边讲到王很老了，所以那时候他的部下去找了这个亚比莎来照顾他，来跟他一起睡，来帮助他，让他的身子能够软和。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同时出现。拔示巴是在大卫年轻的时候所遇见的这女人，所以他因着这女人而得罪了上帝，而犯了罪。然后在他年老的时候，这年轻的亚比莎来照顾他。但前面经文说，虽然亚比他照顾他，跟他一起睡，但是他却没有犯罪。所以这边还是在讲到之后，这亚比莎，当然后面还有亚比莎的故事。但这边讲到说，在这样情境当中，大卫没有犯罪，他照着上帝的心意，他的生命、他的灵、他的信仰也比过去更好，所以他知道他该怎么做，可能也是年纪已经比较年长了，所以他知道不该像以前这样子顺着自己的肉体。所以当中讲到这亚比莎还在照顾他，所以拔示巴来的时候去见王。他去见王，当然面对王要屈身下拜。王也问他你要什么。所以在这情况里面，也想到那以斯帖的事件一样，当他去见王的时候，王没有招他来，但是他自己去见王，这有可能会有杀身之祸。但以斯帖他说死就死吧，该去做的就要去做。所以拔示巴还是面对这样情况的时候，当他这时候没有站出来，后面也讲到说，当他没有站出来，他没有去处理这些，他们后续有可能会成为那种囚犯，有可能会成为那叛变者。所以王问他你要什么，他把那些事情再拿出来讲。陛下，你曾经指着上主你上帝的名发誓，要让我的儿子做王啊，要继承你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有一句话叫君无戏言，讲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拔示巴还问他，你是不是有这样讲过这些话？你要让我的儿子所罗门继承你做王。其实大卫有讲过这样的话，而在当中也是上帝也曾经对大卫说过这样的话，所以他才有办法说接下来继承的是所罗门。所以当我们在看以色列的时候，很多做王的其实是有上帝的心意，是上帝在当中膏抹，在当中的拣选。当我们看到中国到后来的历史里面，当他们要选立下一个继承者的时候，他们或许也已经心意已定，他们也可能会留下来谁要当王。他有可能是他最爱的那太太所生的儿子，有可能他看到那是他最喜欢的那一个儿子，或者是那个最有才，哪一个是最适合当皇帝的。但是当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时候，会发现不是王自己在挑选，而是上帝的心意在当中。上帝在当中来拣选，透过先知来拣选某一个人要上来当王。所以选立一个王是用这样很慎重的方式，是上帝亲自在拣选，亲自在膏抹，透过先知来拣选，来抹油。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也是要选择这样的方式，回到上帝面前来拣选，让上帝亲自来拣选谁要成为同工，
谁要成为，谁要坐上这一些位置。所以一直以来，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都让我们回来在当中去看，究竟什么样是上帝的心意，什么才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拔示巴他在提醒陛下，提醒大卫王，你曾经指着上主你的名发誓，要让我的儿子所罗门继承你做王。可是亚多尼亚已经自封为王，你还不知道。你说让我的孩子做王，但是你却没有好好的处理。现在另外一个人亚多尼亚，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已经自封为王了，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所以当大卫已经年老了，虽然他还是王，但是他已经很难处理这许多事情，可能很多消息也没有再传到他耳边了，可能那时候就开始很多他的儿子在蠢蠢欲动，所以亚多尼亚才开始自己先动手了。前面经文讲到说，当押沙龙死后，亚多尼亚是最年长的。当然这时候他站出来，大家会听，因为大卫没有骂过他，所以那些大臣们当亚多尼亚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或许就觉得当然就是他了，因为上面那个老大不见了，顺理成章就是他，而且也感觉到大卫也是喜爱他的。但这时候拔示巴说亚多尼亚当王了，你还不知道。他献了许多牛羊肥畜做生祭，并且邀请了你的儿子们亚比亚他祭司和你军队的统帅约押去参加宴席，只是没有邀请你的儿子所罗门。所以在这情况当中，就塑造了一个状况，这个状况让大家感觉这是一个献祭，是上帝的同在，而且其他的儿子都在，除了所罗门，其他的儿子都在，这些皇子都在，而且有祭司，有军队的统帅。所以当中看到皇室的都来参加了，看到上帝的祭司也在当中，所以上帝是同意的。而在当中，这军队带领军队的统帅也在，这国家就是如此。所以在这几项当中，大家就会觉得理所当然，那就是亚多尼亚了，没问题，没问题。但是拔示巴在提醒大卫的是上帝所拣选，你过去所说的。所以他在跟他说，陛下，全以色列人民都在观望，等候你告诉他们谁要继承你的王位。所以在当中很重要，大卫有没有来说这件事情？大卫要出手，拿单也要出手，在当中要透过大卫的宣告，透过上帝的先知来宣告，来继承这样的王位。所以在这里面，拔示巴对他这样提醒，或许也会把大卫把他打醒了。其实那时候大卫他大概也在最后的时刻了，他已经没有那么清晰的头脑跟健壮的身体，他已经没有办法处理很多事情了。所以他跟他说，如果你不说的话，你死之后，我的儿子和我都要被当作叛徒了。所以如果你没有讲，而那个亚多尼亚自己宣告了，那时候我们再站出来，我们就是政变了，我们就是出来造反的了。所以当中那个正当性就可能不见了。虽然是上帝所拣选的，但是那正当性就不见了。众人所看的常常不是上帝怎么拣选，而是眼前所看到的这些。所以哪个才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常常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我们常常没有回到上帝面前来看这一些，就像世人一样，一直在等待，知道大卫年老了，但是大卫却一直不说。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有时候也是人也常陷入在这当中，虽然一个很厉害的王，但是他也陷入在那糊涂的状态。
所以被提醒之后，就开始有很多改变了。所以当拔示巴在讲的时候，拿单也过来了，就像他跟拔示巴讲的一样，他就来到王宫了。有人就跟他讲，先知到了，先知拿单就进去，在王面前叩拜。而在当中，他也在提醒说：必为你曾经宣告要亚多尼亚继承你的王位吗？他也在跟他提醒，现在发生的这个事情是你所允许的吗？你允许他继承你的王位吗？也在跟他说，今天你的儿子亚多尼亚宣告做王了，他献了许多牛羊肥畜做牲祭，邀请你所有的儿子，你军队的统帅约押、亚比亚他祭司，邀请他们去了，一起去献祭，一起去吃喝，并且呼喊亚多尼亚王万岁。这个整个情境其实一直在塑造一个王的登基，一直在塑造这是上帝所同意的，这是王室所同意的，这是军队所跟随的。其实有很多人会用很多的手段在处理这一些，但是我们常常要回来问，这是上帝所同意的吗？这是上帝的心意吗？我相信那时候也有很多人有很多问号，在询问这事情是上帝的心意吗？但是我相信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有更多人就跟着走了，跟着往前这样去走。但拿单他也继续说，他邀请了这一些人，邀请了这祭司，但是他没有邀请我。亚多尼亚没有找我去，他没有找撒督祭司，没有找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和所罗门。所以也可以看到亚多尼亚，他知道他找了哪些人会反对他的，他就不找了。这些人一定是不会同意，这些人知道大卫的想法，这些人跟他们是站在不同边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在处理事情也是很清楚知道他是错误的，但是他也要塑造那个样子。当他塑造的时候，他当然不会拿石头砸自己的脚。那一些会反对的，那些不会同意他的，他都没有邀请。因为如果拿单过去的话，我相信他也会站出来讲，这不是上帝的心意，这不是大卫的想法。是不是我们请大卫王来说说话，来确认一下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几个人很明显，他们不会站在亚多尼亚那边。这些人他们也清楚知道上帝的心意。当然所罗门他也不可能同意亚多尼亚的作为。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让大卫知道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那你要怎么处理？大卫，你同意吗？你同意这件事情吗？你怎么不告诉大臣们谁要继承王位呢？其实我们看到在过去的中国历史当中，这些王、这些皇帝，他们也常常故弄玄虚，他们也常让人家猜不透。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让这些东西让它更清晰？其实这些也在讲，时候到了，你该好好的把这事情厘清了。如果没有的话，上帝的心意怎么在这当中来彰显呢？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如此。当我们该站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站出来。这个过程当中，刚刚也让我想到，就像以斯帖一样，他的亲人跟他说：“你怎么知道上帝要用你，不是在这个时间点呢？如果这时候你不站出来说话，那这恩典就不在你们家了，会透过其他方式，救赎会透过其他方式来临到。”所以在这事件当中，我们看到拿单，他如果不站出来，那这事件会怎么发生呢？撒督祭司，上帝或许就会用他。
所以在这些人当中，知道上帝心意的，我们有没有照着上帝的心意来走？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到有一些人，不管是在政治界或宗教信仰里面，很多人都觉得我自己处理好自己就好了。但是我们要成为这样不沾锅吗？我们很多时候是需要冒险的。拿单站出来不是冒险吗？拔示巴他站出来不是冒险吗？以斯帖站出来也是一种冒险。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情况都是一个冒险，但是在对的路当中，我们势必是需要冒险的。而在这样冒险当中，也去看到上帝的带领就在这里面。当我们顺着上帝的心意，其实这也不算是冒险了，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谁能抵挡我们呢？如果上帝同在，这许多事情都不算什么了。但是我们常常是看见眼前的困难，看见眼前的石头，把它无限放大，觉得它是大石头。但是拔示巴听到这事情，他知道这事件的问题，如果现在不处理，以后真的会变成一颗大石，砸下来会砸死人。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当大卫虽然他的灵命越好，虽然他的年纪渐长，虽然他不再去犯这些罪，但他慢慢的年纪年老了，他没有办法去处理所有事情，所以他有很多讯息他是不知道，甚至是被遮蔽起来的。当我们看到今天经文的时候，看到拿单他知道该怎么做，上帝也给他智慧，赶快去跟拔示巴讲。拔示巴也很快的去找王，而且也听到了拿单他的保证。许多时候我们就会担忧这人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会不会真的为我站出来？但是我们看到拿单他是能够站出来的人，他很多次也代表上帝在说话。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看到他代表上帝说话，在当中他也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让人能够信服。所以拔示巴他去做，拿单后来也帮他了一把。而在当中也确实因为上帝已经先拣选了所罗门，他要让所罗门来当王。因此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依然是回来去看上帝的心意，在当中上帝要怎么样来带领。让我们有一点时间来想今天的经文，来默想今天的经文。在这事件当中，我们会像拔示巴一样吗？我们会像拿单一样吗？在这事件当中，我们怎么去看？上帝在当中要提醒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我们眼前的事件，我们眼前所面对这许多事情，我们怎么样来回应？
现在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到大卫在年老所遇到的事情，在这2个的女人身上，看到她年轻的时候，年轻气盛的时候，因着血气，她犯了罪。而在当中也看到，在这年轻人亚比煞出现的时候，他没有在犯罪，他没有跟他发生关系，在当中因着他年老的这样的需要，成为一个帮助他的人而已。而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他在这当中没有在犯罪，但是他年老，他很难以去处理事情，但是他最后依然做了最后一件事情的处理。所以我们看到，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常常面对许多事情，让我们软弱跌倒，让我们在当中被诱惑，所以我们常常也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不想要身上沾染了许多的污秽，我们选择成为不沾锅，但是没想到我们身上常常被溅得全身都是。所以我们看到这拿单出现的时候，他愿意这样去做，照着主你的心意来做，让这些事情被调整回来了。所以我们生命也需要如此，让我们生命被你调整，让我们成为帮助别人的人。也愿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人能够把我们生命调整回来，让整个错误的方向被调整回来。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当中去领受你的心意，在当中去面对我们该处理的、该面对、该做的。主啊，很多时候我们放纵许多事情的发生，让这些事情走偏了。但也求主让我们当中，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人，甚至大部分的人，能够勇敢站出来，让这些事情被扳回，让这些事情被调整回来。主，愿我们能够照着主你的心意来做，让我们看见这许多事情，我们愿意降服在主你面前。感谢主，让我们透过这些经文领受这一些，也有许多主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面前，也要将我们许多在受苦当中、在生病的弟兄姐妹交在主你手中。愿主你看顾他们在年老的时刻的日子，看顾他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极其不方便的日子。愿主你与他们同在。线上我们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